大家好，又係我啦。咁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我自己套水晶嘅個袋。咁就我就叫佢做水晶袋嘅，一開咗佢先。請大家稍等一陣啊！放低，大家我會放低部機一陣，即要我倒埋啲水晶出嚟。咁我就係自己揸機。好，依家就影開啦。有 star 啦，有 pop 嘅，有 lovely 造型，仲有粒 creamy 造型嘅。好，依家同大家分咗類先。拎開個膠，我拎開個膠袋。好，首先同大家介紹咗 pop 先啦。其實拍片，我自己一個人拍片都好辛苦，因為冇人幫我揸機。仲有就會同大家就會分開幾段 video 嘅，係啦，因為真係一段 video 講會好長。一陣可能會有有人幫我嚟揸，有人嚟幫我揸機嘅，咁就我表哥嚟幫我揸機。不過佢都近排要考試，仲有一科未考。我依家依家數下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8、9，唔係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粒嘅 pop， 自己睇啦。上面好，咁我哋拜拜，係等 part 2。今段 video 係 part 1，咁大家等part 2啦，part 2啦，拜拜。